2025年，保安局秉持維護國家安全、守護香港市民嘅使命，全年推動多項工作，由國家安全到市民福祉，由打擊罪案到促進國際交流。保安局以行動展現承擔，令香港更加安穩，市民更有幸福感。喺國安家安方面，保安局持續完善法例制度，分別喺3月同5月通過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附屬法例，並喺7月修訂監獄條例，加強電腦基建設施安全，維護國家安全同強化懲教管理系統。我哋同時以生動淺白嘅方式推廣國家安全，先後推出國家安全漫畫書，又舉辦安雄同樂會校園巡禮同互動劇場校園食神大賽，由幼兒到小學生創新咁灌輸國家安全意識。就住滅罪應急方面，保安局專責小組喺年頭遠赴泰國，全力營救被非法禁錮嘅港人，展現我哋守護市民嘅決心。今年保安局又落實粵港澳大灣區救援合作，建立3層反恐機制，並喺9月成立跨部門反黑工專責組，打擊非法勞工。喺打擊新型毒品方面，我哋2月正式將伊托米茲列為毒品。年尾擴展性罪行定罪記錄查冊機制，保障社會安全。喺便民利商方面，入境處今年推出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計劃，並擴展到更多短期活動訪客，便利人才交流。保安局又建立一站式過關資訊平台口岸通，實時顯示口岸繁忙情況，提升市民過關體驗。我哋同時透過港深口岸規劃建設工作專班，加快沙頭角同皇崗口岸重建。喺說好香港故事方面，保安局積極展現國際擔當，特區救援隊以國家隊成員身份遠赴緬甸協助地震嘅救災工作。喺7月，局長帶領青少年制服團隊領袖論壇到江蘇考察，拓展青年視野。9月成功舉辦粵港澳大灣區禁毒高峰會，凝聚區域力量，全力打擊毒品，加強執法交流。喺今年，保安局嘅緬甸地震特區救援隊同啟德體育園開幕跨部門籌備專組，雙雙獲得行政長官表揚榜。兩支團隊雖然肩負唔同任務，但同樣展現出專業精神同無私奉獻。保安局將繼續以國安家安、滅罪應急、便民利商、說好香港為施政重點，上下一心，令市民出入平安，生活更幸福安穩。